大家好，今日係2月20星期三。嗱，一路以嚟咧喺呢2個禮拜，我都一路指出2月份係一個先低後高形態，起碼暫時嚟講係恆指係由8號嘅低位27,534升到去13號嘅高位28,533。先唔好講999點嘅波幅夠唔夠？大家留意1個月嘅高低位，一般嚟講唔會喺4個交易天之內出現嘅，絕少。咁啊好啦，咁啊今日嘅市咧就早段咧係高開176點，去到28,404，之後咧逐步向上攀升，高位咧曾經見過28,599，即係技術上已經係升破咗13號嘅高位28,533。咁經過咁樣嘅一輪嘅少少嘅上升咧，令到2月份嘅股市咧，除咗形態係先低後高之外咧，最重要嘅就係低位係仍然8號嘅27,534，但係高位已經係上移到20號嘅暫時嘅28,599，即係話今個月嘅高低位係相差係9個交易天，咁就比較合理啦。但係我自己覺得應該有機會仲係更加高嘅嚇。咁啊，因為個波幅到而家為止咧，都係得1065點，相對1月份嚟講，而家明顯係細㗎。因為1月份嘅指數咧係由1月3號嘅24,896升到去31號嘅低位28,010點，成個1月份個波幅有3,114。咁好啦，今個月縮到落1065點嘅波幅咧，似乎嚟講咧都係比較窄，或者咧會有稍微多少少嘅幅度俾我見得到。咁既然先低後高形態唔變嘅，剩翻落嚟個波幅點大嘅，你一定係向上揾高位啦。咁啊，2月份剩翻交易天咧唔係太多啦。聽日有2個交易天，下個禮拜有4個交易天，即係得6日啫。喺呢6日之內咧，其實我自己覺得淡友唔會有太多嘅機會作一個明顯嘅反擊㗎啦。因為就算中美貿易嗰個談判未能夠喺3月1號之前有個成果，但係特朗普都講咗啦，佢同意係延長多60日。咁即係話呢，一啲重大嘅事項，大家有個協商之餘呢，俾多啲時間大家去傾。咁即係話呢，個股市就算唔大升都好呢，最低限度而家冇咩藉口做淡啊嘛。甚至乎匯控嘅業績增長16%，有少少呢係令到市場有啲失望，但係都係由68蚊落到去今日最低65個4，而家企喺60蚊，好快喎！聽日已經除息啦。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呢，即使匯控嘅股價稍為有少少嘅細幅度嘅反覆，但係對個市整體影響都唔係咁大㗎。咁啊，下個禮拜3咧係今個月期指嘅結算日，下個禮拜2就係期指嘅轉倉嘅高峰日。咁即係下個禮拜1。呢個禮拜5同禮拜4呢3日老老實實應該冇重大嘅變化㗎啦。咁啊，淡友如果一路累積嘅淡倉嘅話呢，唔盡早去落車呢，又要再付上沉重嘅一個結算嘅代價。咁啊，其實呢有一點我想講嘅就係1月份個股市係先低後高，2月份雖然仲有6個交易天，暫時嚟講未知會發生啲咩事，但係起碼直到而家呢分鐘一樣係先低後高。咁連續兩個月保持先低後高形態咧，起碼預示着咧今年首季嘅市咧唔會差得太遠㗎啦。因為基金咧好老實講，喺舊年喺個市嘅調整同埋中美貿易事態持續升溫之下咧，真係冇啖好食，冇乜日子好過。咁但係而家既然相關問題係傾談緊，而且有機會咧係延長個談判嘅限期，最低限度有個憧憬係會去化解㗎嘛。咁啊，可能咧基金經理咧喺今年首季咧會盡量稍微做翻好少少，起碼令到個基金嘅投資組合表現出嚟咧係亮麗啲咁多啦。所以今年首季我仍然都仲係一個中期持續反彈嘅形態之中，即係話咧個市仍然都仲係蜜月期㗎。不過高台再入市咧，其實嚟講就略大反覆嘅風險，呢點大家應該明白㗎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。